個屬於3座20樓 E 室嘅戶型，呢個實用面積422尺兩房單位，呢個嘅開放廚嘅設計可以俾你自己間翻一個緊廚。嚟到睡眠區嘅區域，旁邊首先有一個到頂嘅儲物架，咁啊洗手間。再配搭2間睡房，全部落地窗，採光度十足之餘，呢個 E 室嘅單位咧，記住啦，認真介紹，呢個 E 室嘅單位係望前面嘅，望翻住高泊嘅位置同埋方向，屬於東北水嘅海景。而家同你睇緊嘅係3座20樓 J 嘅示範單位，呢個實用面積299尺，屬於1房嘅戶型。